有個竅門，幾十塊錢就可以遙控大疆。這款自拍可以搭配運動相機和手機，而且遙控器運動相機畫面放大縮小。我只測試大疆可以用，不知道其他牌子的運動相機可以用。只要運動相機的軟件拍攝按鍵位置跟手機一樣，或者跟大疆位置鍵位一樣的就可以用，需要自己搭配快冊。這個手機夾雙用，可以夾手機也可以磁吸手機，而且角度做得很好，前置攝像頭後置都可以切換，後置攝像頭還是拍得更好。3個鍵位，畫面調節和拍攝鍵，待機半年，不要換電池 ，TC 口充電的。兩側還可以外接配件，一個是熱虛口，還有螺絲口。安裝過程可點困難，這個長螺絲剛好頂到快冊，這個是小問題，有點力氣就行。它不是卡扣設計，磁吸吸附，收納就起來很方便，一丟就自動展開三腳架，向上用力提一下收起三腳架，這個需要技巧，初學者用手提起來就行。這個磁吸很強，可以吸上大金屬上。遙控器怎麼控制相機？首先長按打開遙控器，然後手機連藍牙遙控器就可以控制手機，等於可以控制大疆 APP。